上伫我的喙，我的心情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到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三甲来吟诗学到上帝，圣诗第434首，主稳定大慈悲。听三甲徛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行着阮，写给阮的鼓舞，亲像阮也写给鼓舞阮的人。阮的日时，就以阮看见天来，你的国把你的歌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伊本着伯多人来受苦，建是第4埋葬落油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对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叫咱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共的教会，信徒相通，做社会，肉体多啊，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启应，信息后面启应文第22篇。上时也是诗篇第95篇，启应文第22篇。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上帝，伊
伊统合地教集，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参加阿头的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超源的爸，阮的主上帝。主啊，今日是旧历过年前的最后一个主日。主啊，阮南门即个大家庭也相甲伫遮组织，伫你的圣殿，也是透过网络相甲来敬拜你。主啊，伫个疫情的中间，这是你极大的恩典，要为着安尼来感谢你。主啊，虽然阮毋知影即个疫情要阁继续偌久，主啊，总是阮弃掉对你的信仰，以及对你来的愿望。每一天跑走天路，也求你施阮帮助阮，互阮伫世上所行所做，会当合你的旨意，得到你的欢喜。主啊，阮明仔也是除夕，也是一家团圆的日子。主啊，也求你带领阮每一家大大小小，拢通平安顺遂来到厝里来团圆，也伫个你的恩典内底来孝顺、来纪念、来感恩。主啊，阮也特别纪念，因为身躯的病痛，也是厝外工作无法度甲阮相甲伫遮做伙敬拜你的兄弟。主啊，求你的灵也甲因得个，你全身安慰因。搁带领因的脚步出入平安，得到你的保守甲带领。主啊，也求你帮助阮的国家、阮的执政者，在新的一年有智慧，通用好的方式来治理即块土地，互公义甲和平通实行。主啊，阮将今日敬拜也要恭恭敬敬交托伫你的手内底，用阮的吟诗、阮的强读你的话、无私的劝勉、教示以及阮的奉献，拢诚侪芳芳的济，会当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感动。主啊，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阿门。青年团体来赞美 The Blessing。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His presence go before you, and behind you, and beside you, all around you, and within you. He is with you, He is with you. May His favor be upon you, and 1,000 generations, and your family, and you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 And His presence go before you, and behind you, and beside you, all around you, and within you. He is with you, He is with you. In the morning, in the evening, in your coming, in your going, in your weeping, and rejoicing. He is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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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is for you. Amen. YouTube Premium 让你观看影片不受广告干扰，尽情享受你喜爱的内容，完全零广告。也感谢青年团体伫个旧历过年进前，以一首圣诗来干了咱的敬拜。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make His face shine upon you。上帝祝福咱，也保守咱，以伊的面光照咱。大家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新约圣经以弗所人书第4章第21节到32节。伫个台语汉字本新约的第221面。以弗所人书第4章第21节到32节。恁若果然听见伊，搁伫伊受教时，照伫耶稣所有的真实，就是论到忠贞的行做。恁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应有人的需要得败坏的；搁恁心神换心，穿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所以着拄起白贼，逐人甲伊的厝边讲真实，因为咱三工做体，恁生气着毋通犯罪，有结受气，毋通到日落，也毋通互魔鬼有芳通入。头摕的无得搁头摕，丁苦着活，亲手做好的工，才有通分互欠客的人。恁的喙拢毋通讲出垃圾的话，多多着讲好话，照及时的欠客来造就伊，互听的人得到稳定。第30节，也无伫互上帝的圣神忧闷，就是所把用来勘验恁到伫赎回的日个，一切的苦毒、怨恨、生气、宣扬、诽谤，以及一切的恶毒，拢着对恁中间除去。搁着用仁慈3款态，
存灵敏的心，大家三赦免，亲像上帝基督捌赦免恁一样。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行伊的话人。下面要请张牧师正道，今日的题目是除旧布新。咱搁再一摆，三甲来感谢。天父，阮感谢你，伫旧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阮伫遮搁再组织，阮要来分享你伫阮心上的恩典。主，阮也恳求你用你的话语照光阮头前的路，恳求你圣神伫阮内底来做工，互阮对你的话语所领受的，拢成做阮生命的美牛，成做阮的快乐。恳求你的神甲阮三甲伫地，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华人传统的叫做小年夜啦吼。所以伫遮来大家来拜一个早年新年恭喜！伫咱台湾即个华人的文化内底吼，伫即个农历过年进前，咱家家户户拢会安怎大摒扫，对吧？所以咱会甲咱厝里甲即个足久无清的遮的物件安那会彻底，咱来甲清洁一遍。较旧的物件，咱有当时会甲安那，甲合甲顶掉吼。所以咱会甲咱的厝安那用较足安尼焕然一新安尼。所以伫即个每一年，咱咧大摒扫的时阵，即个过程的当中，其实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经验啦。因为做着一个基督徒，咱常常咧讲。咱的生命就是安那不断咧追求更新的一个生命，所以更新这个字这两个字，伊是安那叫做复兴，搁再顶头生，重新开始有一个意义啦。所以呢，这个字也真做咱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啦。咱基督徒一定，咱若要经历到上帝的丰盛，咱的生命一定爱亲像咱伫咧过年进前大扫除共款，咱来经历一个除旧布新的一个生命。咱每一天，咱拢甲咱即个内底迄个旧的来更新，来变成一个新的，这就是咱基督徒的一个信仰上重要的内涵。今仔日我要照着咱要过年的时阵，咱来看即段的经文，对咱基督徒到底有啥物特别的意义？我今日要用3点来甲大家分享。第一，就是脱去旧的人，穿新的人；第二，毋通互上帝的神游魂；第三，咱的心志爱更换来顶头生。第一个，咱爱脱去旧的人，穿新的人。20遐讲着讲，论到咱早前的行做，恁脱去旧的人，就是照应有人的私欲地败坏啦。即个经文甲咱讲，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啥？私欲私欲。即个物件安那会甲咱迷惑，而且即个私欲真巧，伊毋是一个就互咱就甲咱安尼败坏吼。伊是一步一步甲咱吞食，甲咱迷惑，甲咱改变，互咱的生命安那渐渐败坏。伊才讲渐渐败坏吼。败坏的原文就是高达啦。任何一个生命，一个高达的生命会结出果子无？结袂出果子啦。咱若周围有迄个高达生命的人，咱看到伊的生命是安那？没有生气，不活泼，规工安那死气沉沉安尼。所以伊的生命内底无迄个甜佮水的迄个滋味啦。即款生命是结袂出好的果子。上帝甲咱讲，当私欲进入咱的生命的时阵，伊会安那一步一步甲咱吞食，甲咱改变，甲咱污染。哪来安那掠掉咱，甲咱的生命规安那耗尽，
所以咱爱特别小心，咱爱求圣神，互咱看咱的性命内底是毋是有遮个私欲，定定甲咱的性命安怎甲吞食。保罗勉励伊所因带信主的遮个人，伊讲爱安怎？爱因的性命，爱甲生活，爱甲即个孤单的性命来断绝。伊用一款真好的讲法，伊讲恁爱褪去旧的人，褪去恁以前迄个旧的生活方式，那就褪去旧的衫同款。即个旧的衫，互即个私欲所污染，已经拉散去啊。所以咱要甲迄个褪掉，穿新的人，穿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褪去恁的罪，穿上帝公义甲圣洁的衫。所以褪去甲穿起来，表明一款的身份的改变，对背逆的囝儿变成上帝的囝儿。即个新人是已经是安那悔改信主的，都参像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所讲的，若有人踮伫基督，就是最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啊。所以穿新的我，嘛是24节有讲，穿迄个新的人，就是照着上帝用真理的义甲神来创造的。一个退休的牧师伊讲，伊伫一遍伫日本，东京拄着一个对台人过去咧开迄个拉面店的一个头家吼。伊讲，即个头家是228了后才过去东京，伊的拉面店所有请的员工拢是安那，即个老受过伤的人吼，会清理。遮会清理，搭去即个伊的店的时阵有诶，佫会流喙烂，有诶讲话拢讲袂清楚。毋过经过伊安尼足安尼细心甲因教导甲因教，经过2年了后，因每一个人安那拢对人客来吼，拢会笑面来甲即个人客来拍招呼，嘛晓找钱，嘛晓甲桌顶收甲安尼足清气。有一摆日本的电视台就去甲伊采访，问伊讲到底啥物力量，互你会用甘愿有即个疼心来做遮个代志啦？即个台湾人伊就即个头家就足谦卑讲，其实我无做啥物代志，我只不过甲上帝的形象甲切落清气啊！所以兄弟姊妹，这足感动人的。咱每一个人，咱身上拢有上帝的形象，迄个是真水真主爱、真公义，这是上帝的形象。毋过需要伫咱的心上，互遮个上帝的形象拢安那，拢若搭一个灰尘共款。所以咱爱安那，亲像即个保罗所讲的，咱爱甲遮个灰尘拢安那，拢褪掉，咱爱。亲像过年咧大扫除，除旧布新共款，咱爱互穿一领新的衫，恢复上帝的好的形象、公义甲圣洁的即个外婆。再来，即个毋通互即个上帝的圣神来游问啊！咱拢知保罗的神学内底，伊一再咧强调。基督徒得救了后，伫行为面顶爱甲所受到的即个恩，甲上帝来调咱的时阵，来相配合。所以伫第4章的第1节，伊讲惊代志着合伫所受的即个调。所以当咱褪去咱的旧的我，甲即个新的我穿起来的时阵，咱来过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即个全新的生活有一个标准吼，所以伫今仔日咱即个25节一直看到32节，保罗有讲足济伫行为面顶要安怎过一个新的生活。不过我甲遮的即个生活的即个原则吼，我甲归纳成一节经文吼，即节的经文就是第4章的30节。
就是讲无得互上帝的圣神来忧闷啦。爱记一句话，咱做啥物行为，咱讲啥物话，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啥？不要使上帝的圣灵担忧啦。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标准，因为伊讲啥，就是所捌用来勘引恁的。因为咱心上拢有上帝的即个啥勘引啦，即个印记所代表的是啥？就是所有权啦。哦，纽西兰迄个所在吼，伊的人口有480万，伊的羊仔2700万，所以羊仔比人加几啊倍。啊，这羊仔要哪知影讲伊到底是啥物，伊的主人是啥物啦？所以伊遮纽西兰遮的即个畜牧业的主人足巧的，伊就伫即个羊的即个耳仔遐拍一个即个标记，啊，即个标记咧，伊来用迄个扫描机一扫，就知影伊的主人是啥物啦。啊，所以迄个耳标咧叫耳标吼，迄个耳标就变做因的记号啦，吼，就是变做伊的印记啦。我请问，基督徒咱的印记是啥？咱的记号是啥？是圣神。迄个耳标就是圣神，照着圣神来知影咱的主人是啥物，就是上帝，哦，就是上帝。所以圣神就是咱所有权的印记，代表上帝是咱的主人。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是上帝处理的人。上帝处理的人爱安那，咱做任何代志，咱讲话安那爱唔通互上帝的圣神来忧闷。咱知咱一个家庭内底，咱的囝儿，伊做的代志，伊讲的话，安那一直不断的来抵触他的父母亲，安那，是咪会互伊的父母感觉真忧闷？所以同款，伫遮互上帝的圣神忧闷，这保罗哦用这个词真安那真趣味吼。上帝敢会忧闷啊？上帝敢会反悔啊？上帝敢会忧伤啊？伊是上帝呢，会哦。吼，咱来看创世纪第6章的第6节，耶和华就安那退会做人伫世间心内忧闷。这忧闷，咱看到这个上帝嘛会安那感觉到生气，感觉到失望。毋过，这上大的内底，就是有疼啦，就是有疼。所以，上帝的神会忧闷。到底啥物代志会互圣神会感觉忧闷呢？今日我有2点甲大家分享吼。第一就是父家的语言；第二就是生气甲苦毒。咱来看即个父家的即个言语。有客的言语会互即个圣神来忧闷啦。25节讲啥？所以恁着拄记恁的白贼，逐人甲伊的厝边讲真实，因为咱三甲做集体。29节讲恁的喙拢总通讲出恁的喙拢毋通讲出难缠的话，独独着讲好话，照及时的欠缺来造就咱的兄弟姊妹。互听的人来得到稳定。讲白贼是一款的虚伪的行为啦。讲白贼是一款的附假。为虾米保罗伫遮会遐尼重视咱所讲出来遐个话呢？因为呢，嘴巴是心的情与记啊。马太福音12章34节伊遐讲，因为是对心所充满的喙道讲出来。咱的心内底若是拢是安那怨恨，拢是苦毒，讲出来话会好听无？袂好听。咱的心内底若是拢是感谢，拢是安那，拢是充满着上帝恩典，咱讲出来话就会安那造就啦。保罗讲嘴里的话会互圣神来烦恼，因为伊反映咱人实在的内心啦。当然，伫人的头前爱有礼貌，讲话爱安那得体，这拢无困难。重点就是咱私底下甲咱上亲的人做伙的时阵，
丈夫对伊的即个妻子的言行，爸母对囡仔，囡仔对爸母，甲你厝边甲你相处的中间，咱所讲的是啥物？这是上重要，这反映咱的内心。伫青云人的面头前，咱检蔡英讲安那，咱足有客气的，足礼貌的。毋过，这有当时也毋是咱真实的内心啦。保罗讲心中的即个虚假，来照着嘴来讲出来的时阵，就是安那，定定拢是白贼，互咱变甲无真，没有真诚。咱定定看到有一寡人伊讲话，就是安那，足虚假，就知道不是真心的。即款人甲人相处，无容易得到安那真心的朋友。保罗讲，写的书会叫圣神来忧闷啦。基督徒嘛是共款，咱毋通伫教会一个款式，伫厝里行出教会了后，另外一个款式。有一对翁仔某驶车来教会做礼拜。我伫车顶安尼，冤家甲安尼，讲甲安尼。当因安那入去甲教会门，看到遐日经门，面带笑容，平安咯，喜乐。毋过当因做礼拜出去了后，当去因的车顶继续冤，第二回合。所以变成双面人哦。所以基督徒咱拢知。咱有当时咱的内心毋是遐尼真实。保罗讲，这会互上帝的圣神来忧闷啦。所以一个无法度来诚实面对别人的人，共款，定定咱无法度诚实来面对咱家己内心啦。咱来知，咱也是即款人圣神敢会欢喜住伫咱的内心嘛？这互咱来思考。第二，生气苦毒。生气这项事，咱嘛定定互圣神来忧闷。26节讲，恁生气就毋通犯罪啦。有激生气，毋通到日落，毋通到日落。生气毋通到日落我甲无孙女结婚的时候，有人送阮一句，真好用真好用。毋过即句话毋通甲理解做寒天日落较早所以咱着较早来好好。热天咱着用来炒较久咧，用加炒1点钟。毋是安尼，伊咧讲啥？咱来诚实无虚假来面对咱内心迄个生气啦。咱咧去处理咱的生气。罗马书即个第12章的21节有讲，无得互歹较赢，着用好。较赢歹，爱记即个原则，爱记即个原则。咱安怎生气，拢毋通互歹较赢。魔鬼知影咱内底定定要激咱生气，毋通互别人的毋对，别人的罪，别人的即个罪恶，互咱来变成一个魔鬼啦。别人亲像魔鬼安尼甲咱歹，然后咧。咱互伊激起来了后，咱嘛亲像魔鬼共款来对待伊啊！这就是魔鬼要爱咱做的，毋通互别人的毋对、别人的错误、别人的罪恶，伊做了无好，结果呢，咱嘛变成魔鬼。我举一个，咱今日即个街上的时候咱就突然有一只狗仔对即个巷仔口冲出来，甲你咬一喙，会跳足疼的了这是你要安怎？我甲伊咬转来遐，你咬我咬你好大胆，我搁甲你咬。安尼讲起来，即只狗仔伊做歹代志，你甲你伤害，咱也共款安尼去甲对待的时阵，咱嘛是变成安那，嘛变成魔鬼啊。所以咧，撒旦足巧的，伊定定用咱内底的生气来激咱生气，互咱犯罪。所以，这就是撒旦要做的代志，生气会互咱犯罪。咱若遮当无处理咱的即个生气，咱就变作苦毒。咱心内真侪的苦毒、怨恨，上帝无公平，
渐渐咱就变成31节所讲的，好毒、恼恨、愤怒，然后呢诽谤，这代志拢出来。所以兄弟姊妹，咱来谨慎，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咱的行为爱安怎？毋通互上帝的神来忧闷啊！咱一定互上帝圣神来看应，咱就是属地的处理的人啊！咱的行为是毋嘛定定互圣神来忧闷。再来，咱的心智爱换心。保罗咧讲遮行为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啊，我到外口的行为表现较好，安尼就代表安那我是上帝处理的人啊？毋是安尼。决定到底是新的人还是旧的人的关键，毋是伫行为的好歹，是伊生命的本质到底是啥？一个乞食，甲一个王子，两个生做足共的。这个王子有一天就出去外口拄着这个甲伊生做一模一样的这个乞食，甲伊的衫，互这个乞食穿，然后这个乞食就安那穿这个衫，转去王宫内底。毋过，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伊咧食饭的时阵，安那一定爱两只脚夹去个椅仔面顶，安尼用手来抹，完全无一个王子的一个气质。所以咱看到即个乞食甲王子因的身份是安怎来判定？到底因的老爸是啥物人？咱若是上帝的囝儿，咱的本质就是有上帝的形象，咱无应该参像乞食的迄个行为啊。所以有耶稣的生命伫咱的内底，就是一个新的人；无耶稣的生命伫咱的内底，就是一个旧的人。旧的人应该是甲上帝所赐的迄个生命甲生活来来隔离啦。所以即个圣经讲，因的心思黑暗，过当伫上帝的画面，是对因毋知影因的心公义。所以，咱若要除旧布新的关键是啥？安尼看起来是啥？咱爱甲上帝的生命有结连啦。一个甲上帝的生命无结连的人，是一个旧的人。咱若要成做一个新的人，咱绝对爱甲上帝的生命有结连。而且我感觉上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咱每一天，咱爱读上帝的话，咱爱默想上帝的话，而且甚至咱爱甲上帝的话记伫咱的背伫咱的脑海。上帝的话是生命上好的清洁剂。我常常咧讲，我用电脑来比如好啊。电脑内底咱拢知有硬体甲软体，咱的大脑就参像电脑的硬体共款。咱内底有足侪心思意念，迄就是咱的软体。毋过咱的软体内底对咱人类开始犯罪、开始堕落以后，去互迄个病毒感染共款。所以当咱的心思意念叫病毒感染的时阵，咱知电脑原本设计是足紧的，是足顺的。咱的人互上帝设计嘛是共款，是一个足好的形象。毋过这病毒感染了后，互咱咱渐渐失去上帝创造咱的迄个功能，咱的功能丧失啊！咱已经离开上帝原本的创造啊！所以咧，咱爱爱甲即个病毒甲除去，对无？所以咧，咱爱读上帝的话啦，上帝的话，我讲咱脑袋内底的硬碟，咱拢存啥物？存一寡被病毒感染的即个软体，甲一寡熟悉的一个价值观，甲熟悉的资料。当咱若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处理了要掠遐程式，要掠遐的迄个资料，永远掠的拢是啥啦？世俗的价值。当咱的脑内底迄个硬碟若是拢是上帝的话语。当咱拄着挑战、拄着迷惑的时阵，要来败坏咱的时阵，咱掠着的是啥？上帝的话语啦。所以上帝的话语会成做咱真好的盾牌，上帝的话语嘛成做咱真好的武器。
来攻击遮的即个魔鬼的作为啊。所以当咱若安尼做的时阵，咱每一厝拢掠上帝话来处理咱的代志的时阵，咱渐渐就已经经历到保罗所讲的，毋通即个合适即个世代，爱照着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的即个互咱家己会用来更新啦。所以呢，咱爱学习，伫遮伫今年啊，咱是毋是咱读圣经，一工背一章哦，可能较难，咱用一礼拜就甲背一章，一直甲背，一直甲背。我相信遮个话语伫你的心内底，有一天，当你若拄着代志的时阵，伊会诚做你的帮助。咱拄着试炼考验的时阵，咱会感觉讲上帝当安尼对待我，我已经无法度搁背落去啊，我已经过不下去了。毋过即节经文你看，哥林多前书10章的13节，伊讲啥？恁所拄着的试，毋是人的相思，上帝是信实的。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是恁所袂担当。上帝互恁的试炼是你会用担当的，伊是信实的。所以呢，兄弟姊妹，你拄着试炼的时阵，即句话是毋是会对你的心思意念内底跳出来？啊是迄足悲观的，无来死死的好啦，无来创啥好啦？啊是你是掠着遐的即个资料？遐个城市，咱好好思考。咱脑内底若无上帝的话语，我甲你讲，咱拄着代志，都是照着世间的方式来行。当咱的心作烦恼的时阵，咱就是讲莫去想伊就好啊，讲真诶，莫去想伊就好啊。遐咱烦恼的代志，伊会倒来甲咱掠着的。下暗时咱就困袂去，互遮个物件深深甲咱。牵着，所以拄着烦恼的时阵，咱心内是有即句圣经节，第4章的腓立比书第4章6节到7节，一概无得挂虑，独万事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咱是烦恼甲困袂去，也是咱着参照圣经所讲的，咱着起来感谢，起来祈祷，叫着祈祷，甲咱所要求讨的，甲上帝讲。伊讲啥？上帝会赐互咱超过咱所想象的平安。啊是咱逐家己烦恼甲忧郁症，烦恼甲困袂去，烦恼甲影响着咱所有的即个生活。所以兄弟姊妹，咱的脑内底迄个印碟爱记，存上帝的话语，存上帝的话语。咱每一年的新年的时阵，咱拢有希望许愿啦吼，新年新气象哦。伫旧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咱是毋是甲上帝讲，过去我做诚侪互圣神忧闷的代志，今年我要透过你的话语，甲圣神的帮助，互我的性命搁再一遍除旧布新。咱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互阮看到一个军队里认捌你的人，阮的性命是不断来改变。互阮的改变会用哪来哪亲像主耶稣的性命？伫即个过程当中，阮恳求你赐阮气力。阮有当时啊软弱，但是阮看到军队里的人，阮有圣神的牵引，圣神也要赐阮气力。互阮来成做一个新的人。主，当阮拄着代志的时阵，互阮心内底有你的话语，来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的支持。伫新的一年，阮的确恳求主用你的话语，搁再引带阮头前的路障，互阮进入你所为阮备办迄个水的计划内底。互阮伫你的计划内底来享受丰盛的一生，甲荣耀的生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总牧师借着上帝的话，互咱的劝勉，
三甲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第450首，恳求上帝施恩赐福。请三甲徛起来。请坐。下面请咱准备今日的奉献，要请赖玲玲执事甲李梅欣执事。请稍甲起立来迎奉献，感谢诗歌。世界。
请坐。以下由我简要来报告教会周报第3版教会消息。第，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庆祝大家虎年吼，虎年平安喜乐。礼拜后请留落来交易吼，互相来请安。像是新春的亲戚，礼拜要伫后日2月初1，拄好就是咱旧历的初1吼。早起10点半吼，咱举行传统的新春亲戚礼拜。有2个特点吼，第一个，迄个礼拜后要摄影吼，各家庭也是个人吼，摄影来留念。第二是迄个赞美的部分吼，要用志愿者的方式吼，要来吟大家拢诚熟的即个圣诗645首，咱就来吟诗。若有新的有要志愿的兄弟吼，请10点吼来到礼拜堂，咱三甲来练习。迄天并无要请即个圣歌队的，咱就直接上台来辅导上帝。迄天是丁牧师主义。第二，办公室即礼拜休困，所以若是有较紧急的代志，会当直接敲丁牧师的手机来联络。第三，下主日咱要恢复正常的礼拜吼，就是8点半有华语的礼拜，10点半有台语的礼拜。则拜托菩萨同工来注意。第四，后礼拜第2场礼拜了后，要举行定期的小会，请长老准备心参加。第5，马偕宣教150周年，有等等的活动。第一个是3月初5，拜六暗时有新年献身大会，即个有需要报名费100块。第二是3月初6礼拜日有联合庆典礼拜。南门教会，咱教会是排伫咧第2场，迄天下晡2点。若要参加的兄弟，请伫咧1楼的招待桌顶头来写你的名来报名。到后礼拜日为止。第三，其他还有音乐会，3月初9到6月初2，有运动的比赛等等的吼，互咱来学习马偕精神来为主做工。第六，咱明年设到70周年，有要出70周年的纪念的特刊吼，所以咱要来收集吼，每一个咱家庭的全家福的，也是咱个人的迄个相片吼。但是若是咱兄弟吼，有即个手边有即个咱教会较特别有历史、甲纪念价值的旧的相片吼，嘛欢迎来提供。用电子档的方式吼，咱教会有一个设一个email 的信箱吼，写伫即个所在，请大家来传到即个 email 的信箱。希望会当伫个3月底之前，3月底之前来收集完毕吼，请大家来配合，感谢。第7，好花手册，好花伫个过年了后2月20要来举行。好花手册即个咱会友的通讯录的校队吼，要到今日吼，伫个1楼，请咱来注意。下面大多的事项到后壁奉献的明细，请兄弟来过目。毋知张牧师还是钟牧师？即摆我知影讲，今仔日开始真侪人要落去南部吼，先甲大家新春恭喜，大家开车较顺利的吼。代表教会来欢迎咱今仔有几位新来吼，
看到冬梅甲伊的先生啦吼，冬梅是足早以前咱的青年吼，甲伊的戴先生，欢迎你，我甲你拍拍啊，欢迎一下吼。啊，所有这个公主今仔有来，敢若已经先离开，毋知还佫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人抑无？啊，若无我几个报告吼。第一个就是迄个拜日咱10点半吼，迄个华语就没有了吼，传统的即个新春清社礼拜所以咱拜日过一个礼拜吼，10点半伫即个所在伫新年开始，咱来敬拜。礼拜中间一个较特别，我嘛毋知影有到底有偌侪人吼，就是迄天圣歌队真侪人拢无伫咧，所以无圣歌队赞美迄部分。阮就想讲有一首圣诗645吼，咱就来吟诗，这足久的圣诗逐个真侪人真爱唱吼，咱就志愿啦吼，你即条歌若捌听过、捌唱过，咱就拜日10点来遮有已经破印好吼。咱即马新的圣诗有共改几个歌词，阮较习惯以前迄个歌词吼，所以有改几个迄歌词的字，所以如果我已经印好，你拜日若为计划买迄个，我会通先来我遮摕即个谱吼，即个谱印好转去厝听看卖，也是网络上听一下，就真紧咱10点伫遮，无要穿圣歌队吼，毋过有咧建议讲，因为咱拢红色就较喜气啦吼。所以迄天你若红色系列的领带啦吼，也是讲你要穿较红色的衫吼，要上台，咱就用红色系列来做一个大家的共同的颜色吼。迄是礼拜赞美的诗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本来准备要插电教育，即马大概也为着安全，咱就取消。毋过咱要尝试吼如果你讲不管你家一个来，还是全家来，教会要替你翕一张相吼，直接会通为电脑的印出来，所以当天就可以拿到一张实体的照片。毋知要搭倒，这甲咱要来服侍的同工，我才甲伊研究，看要搭拜堂，还是要搭外口看天气什么款，咱伫遐来翕一张相，嘛有可能即张相你就会通放在咱将来70周年的即个。相片内底吼，所以你若要礼拜刷了后，佫继续留咧，咱会通来翕相吼，来做即个服务。迄天你若袂当来，你倒去南部，咱迄天原来有直播，所以明仔载直播的连结，咱原来会寄倒出去，互大家知影。所以互大家知影咱拜日的即个活动。最后一项就是礼拜组顶届有一个决定，就是每一场礼拜刷了后，阿面诵了，请坐灭倒的时阵，毋茫大家拢莫伤紧叮当吼。所以灭倒的时阵，咱的司琴有一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做后奏，伫即个咧奏即条歌的中间，咱搁1-2分钟尔吼，咱莫叮当，咱灭倒师会甲讲道者离开了，咱才开始请安，大家才来叮当，做甲大家拜托吼。好，多谢。大家来吟上吟信息第396首，听三角徛起来。主
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大家伫地，对即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拜倒定甲了闭会。